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是你拣选了阮，毋是阮拣选你。是主你呼召阮，阮才会通有一个福气，一个恩典，伫主你的圣会，伫主你的殿内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，来就近你这位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、活命的源头、享受救赎的主耶稣。愿你引带阮，主今日在。愿你将一个敬畏的心来享受充满伫阮中间，互阮的心来面对你这位创造的主、享受活命的主、公义的主、疼痛的主、拣选呼召人的主。阮的心就愿意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我要降服主你的引带。主，愿你的声音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内面，愿你的声音进入你的圣会。阮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讲的甲听的，拢来得到主你的恩典，甲扶持。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留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互相来勉励，咱搁一遍来敬拜，来就近咱的主，也搁一遍来读、来思考、默想主的教示，以及伫圣经中间的故事，这些拢要成做咱的帮助。特别来分享这的大声，我要来分享一点仔我家己的心情。我毋是伫咱教会伫遮来，就是讲即马咱的牧师。不过我逐摆来到咱中间，我拢会特别较早来一点啊，因为我对淡水来，我是伫德惠教会牧会。我对淡水来，我拢爱较早来，因为我无爱要讲道进前，要来参加礼拜，伤晚出来。赛车出来，开车含人踢车，我足无爱安尼，我足爱车少少就开车出来，真轻松来到教会。来到教会中间，我有一个感受，就若亲像我转去到我囡仔时代，去做礼拜迄款感觉。因为我伫咱中间，我甲咱拢无熟。毋知影咱的教会遮的真侪故事，我毋知影，所以我来到教会，我就真单纯，敢若想讲今仔日要来敬拜上帝，敢若想讲今仔日要来听主的教示，我就去回想着我伫国中，特别是高中甲大学的时代，我去到教会，教会长辈嘛袂甲我讲这教会的故事。这是非，拢无人会甲我讲，因为看我是一个真热心的青年，拢无人会甲我讲这代志。我就坐伫教会内面，逐摆我拢足享受教会礼拜的气氛。我足爱做礼拜，我嘛足爱参加团契聚会，我爱参加。若拜六暝聚会煞，礼拜日礼拜煞，就想讲后礼拜六在，哪会袂较紧来安尼？礼拜日、礼拜煞，就咧想讲看后礼拜六礼拜团契时间啊，就咧期待啊。我高中甲大学是安尼经过，后来这个事我回想起来，和我即马来做传教者有关系。迄当阵上帝就咧陪伴我的心，感谢主。所以我相信真侪人，上帝伫伊生命历史、生命历程中间。真早就咧陪伴伊啊！当然，咱个人无一定知影，总是在伫上帝的计划，在伫上帝的心意，伫上帝的呼召，甲上帝的拣选中间，
我相信真侪事伫早早就拢有迄个你会当感受着，你会当发现着。求上帝帮助咱，每一个人上帝呼召竞选方式检测拢无真共款，总是咱求主帮助咱去看见、去想起、去发现，原来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早早就已经开始迄个呼召甲竞选的工作。求主帮助。检在你少年时代，你就爱看册；检在少年时代，你就爱煮食；检在少年时代，你就做够技巧；检在少年时代，你就爱唱歌，你就爱听歌；检在少年时代，你就爱讲话，亲像我呢，我就爱讲话。你若无甲我限制，我讲到12点，爱你讲，真正，你爱甲我限制，当然这滚笑啦吼。我讲到有当时啊，毋免准备嘛，工作济呢。总是这拢每一个人伊的特质，总是咱求主帮助咱，伫敬拜上帝中间，上帝引带。今日咱看到这段圣经是记载伫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3节，伊则讲王找人聚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正长老。王就上去耶和华的殿，犹大众人甲徛起耶路撒冷的百姓，甲祭司、先知、众百姓等等拢起哩，要听因伫圣殿中间偶然得到约的册，要听迄个教示。伫咱今仔所读到这段圣经中间，是以色列历史中间南边的国家，迄当阵。北边的国家叫做以色列，已经完蛋了，已经互亚述规个掠去，已经灭亡了。北边的国家已经没有了，只有剩南边的国家叫做犹大。这个王叫做约西亚。如果咱若对22章开始看，我用讲的较紧。咱看着去找目镜，较麻烦。22章讲到约西亚王，伊做王第18年的时阵，伊就想讲要来甲圣殿，因的这个敬拜上帝所在来甲整修，就吩咐这个祭司、这利未人去整修圣殿。无拍算咧整修圣殿的中间，煞伫一个毋知啥物所在，找到一本律法书，迄本律法书可能是藏伫壁内底，嘛有可能藏伫天花板面顶，反正就是足久无人发现迄本律法书啊。可能是前一个王的时代，因为毋准人读圣经的款，所以因将圣经甲藏起来。到了约西亚，伊做王第18年，做王18年啊，伊才想讲无来圣殿来甲修理者，来整修。无拍算偶然啊，偶然啊，发现一本律法册。因的官员甲因的祭司哦，因就将这本律法册摕去互王，佮读互王听。王读着，听了惊着，因为伊发现讲，咱拢无照这个册面顶所写的，这个册面顶所写的咒诅也要临到咱。这是22章所写的，安讲了。所以23章，伊就讲，伊召集所有这犹大、这祭司、这大臣、先知、百姓，拢总来，大家拢总来听这本律法书的教示。当王吩咐人将这本律法书的教示来读互百姓、读互官员、读互全国的人听了，伊煞接搁做一件代志，其实是几落件代志。对第4节23章第4节，一直到这个到落尾，对23章第4节了，因做一个真要紧的代志。王命令伊的
即个兵命令即个利未人，因将因国家内面所有的偶像拢甲伊讲出，所有即个祭拜异邦神的即个祭坛，因讲山头的坛，咱中文讲秋坛，拢总甲伊讲出，将真济异邦的祭司甲伊掠来，甲伊杀死，将异邦的即个信仰伫呢国内所存留落来，拢总甲伊毁灭掉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讲嘴偶像，拆毁异邦的祭坛。咱求上帝带领咱。这代志是怎样样？请咱来看一位的圣经，拜托咱目镜摕起来一下吼。第23章15节。我来读，因将真济这个坛甲这个偶像拢甲伊讲喙，甲伊拆毁。15节，伫伯特利的坛，以及尼巴的囝耶罗波安，互以色列犯罪的所起的山头庙，约瑟亚毁迄个坛甲山头庙，佮烧伊的山头庙，对伊诚狠，煞烧迄个亚瑟拉。约瑟亚活转身看见山里遐的梦，就找人去摕梦内骨头，烧伫坛顶，来拍蜡三衣。照耶和华所讲，就是前宣传这个代志，上帝罗卜所宣传的。我用台语读，咱无啥会明白。讲就是照耶和华所讲，就是前宣传这个代志，上帝罗卜所宣传的。原来这个事伫前，上帝已经找罗卜来宣传过。咱等下要去看另外一位，请咱继续看。17节，约瑟亚讲。我所看见的石碑是啥物啊？迄个城的人甲伊讲，迄个城是伫伯特利，迄个城，伯特利是伫北边的国家，是伫以色列国，毋是伫犹大南边国的境内，毋是伫北边。迄个城的人甲伊讲，前有上帝罗卜对犹大来，大声讲你现今所做的事来攻击。伯特利的坛的，这个就是伊的梦。18节，伊讲无伫插伊，就是讲，这个梦毋通甲伊插，甲伊放来，毋通甲这个梦毁坏。人毋通牵煞伊的骨头，因就无动着伊的骨头。好，咱先读到这。伫伯特利迄个城。这百姓甲约瑟亚王对伊讲：前有上帝罗卜对犹大来，就是对恁遐来，大声讲起你即马咧做的代志。约瑟亚听是怎惊着？我即马所做的代志，过去已经有上帝罗卜，就是先知，早就已经有讲起啊。咱愿上帝帮助咱的侍奉，检在咱也是亲像约瑟亚，大发热心，认真读上帝的话，佮将咱心内偶像来讲出。有个人佮真热心，将教会内毋好的代志也要做改革。哇，感谢主！就圣经咱看到约瑟亚伊即个记载，原来这个事伫上帝的心意，伫上帝的计划中间，原来早就已经有呼召，早就已经有一个精选，早就已经有一个心意伫遐。而且这个事是伫当时就已经有言啊，是伫300年前就有言啊。
约西亚王进前300年就已经有言。请咱来看另外一位圣经《列王记》上卷，这是请咱掀开《列王记》上卷13章。咱来看第1节到第6节。列王记上卷这段发生的所在是伫北边，是伫伯特利迄个所在，伯特利。380面，台语圣经380面。13章第1节，迄时有一个上帝奴仆，趁耶和华的话对犹大来到伯特利。这是300年前的代志啊！耶罗波安拄啊徛伫单边要烧香。第2节，伊趁耶和华的话攻击迄个单，迄个伊就是上帝的奴仆，就是迄个先知。伊趁耶和华的话攻击迄个单，对单讲：单啊，单啊！耶和华安尼讲：看，要有一个囝出世。伫大别的家，名叫约西亚，3字对。伊要将山头断的祭司，就是伫你的顶面烧香的，献伫你的顶面；因也要将人的骨头烧伫你的顶面。上迄日，伊也出一个调头讲：看，这个单要破裂，单顶的火夫。要拼落去，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讲的调头。第4节，王听见上帝罗卜，这个王就是耶罗波安。王听见上帝罗卜讲见伯特利的单所叫的话，耶罗波安就对单顶伸手讲：就掠伊，无拍算伊所要掠伊的手就高大，袂话揪倒转，就亲像我即摆倒手安尼。救袂转来，当然是假啦！伊怎救袂转来？伊记了怎救袂转来？该掠起来，哇，高达硬去啊，救袂转来，随惊着。王随拜托这个先知讲：拜托你甲我祈祷好无？互我的手复原。对安尼，上帝的奴仆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原，照起头的款。王甲上帝奴仆讲：请你甲我倒去豌豆食点心，好，这免讲啊吼。约西亚王伊做这个改革进前，原来伫300年前，上帝已经找一个奴仆，就是一位先知，到伫北边的国家来警告。来将即个预言，也是讲即个参语，先已经大声伫遐讲起啊！求主锻炼咱，真济代志其实早就有准备，耶和华早就有准备啊！所以咱的中级选举，耶和华早就有准备啊嘛，敢毋是？麻烦讲阿免好无？咱的选举，上帝早就有准备啊！阿免。咱是带着即款的信心，要来选举。上帝早就有准备啊！约西亚嘛无想着讲，嘛无想到300年前，原来伊的名就互人讲起啊！咱求主锻炼咱。伫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，伫列王记、伫历代志。通讲是充满了先知服侍的一个世代，当然嘛是充满了祭司，当然是有君王伫迄中间。总是咱求主锻炼咱，透过先知的服侍，伫迄个时代中间，其实真侪代志因检测无明白，但是其实
透过迄个时代先知的服侍，原来这个事有一寡人因早就知影。咱求主引带咱。约西亚王伊来改革，伊将5年伫圣殿中间所找到的这本律法书来读互百姓听，听了伊来改革伊的国家的信仰，了来讲喙五常，拆毁了祭坛，来引带百姓来就近这位万军的耶和华上帝。求上帝带领咱，我相信咱互上帝来呼召，上帝拣选咱，咱伫教会服侍中间，咱真要紧，也需要来教示圣经，照圣经的教示来行，讲喙五常，传扬福音，带人来亲近上帝。这个事也是早早的上帝有准备。我想我来讲起进前迄段历史。咱头仔读到《列王记上》13章迄段故事，其实迄段故事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南边的国家和北边的国家分裂了后，拄开始的时阵。因为所罗门王结束了后，所罗门王的囝叫做罗波安王，罗波安。因为有一寡代志，所以得袂到遮个百姓甲遮个大臣的谅解，所以有一个领袖就起来。迄个领袖其实原来上帝所准备的，上帝所预备的，叫做亚罗波安、耶罗波安，含即个罗波安怎啊差一字？后来我一开始拢足歹记的，到底什么人是什么人？后来我就记。所罗门王的囝3字就是接3字，所罗门伊生罗波安3字，反对伊的就加一字，叫做亚罗波安。安尼我就记起来。这是我咧教主日学的方法啦。总是真好用啊！亚罗波安伫北边建立以色列国，因为上帝讲要将10个支派赏赐予伊，上帝早就嘛是甲伊准备啊。嘛是上帝赏赐予伊的，无伊透讲要共反对，就做会到。无拍算，上帝赏赐伊10个支派了，伊的心煞变了。伊伫迄10个支派，总是百姓要献祭，伊原着到南边的耶路撒冷。伊看着讲，逐边人要献祭，要过搬过节，什物大寮节，百姓着规干人，大家拢走了放空城。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伫遮做王，百姓走去南边的国家，伫耶路撒冷，伫遐献祭。久来我遮嘛是搁去用掏空伊咧。伊当想一个方法，无我伫即边，我也来起一个圣殿，我也来做金牛，敢若是金牛。就对遐讲，咱伫遮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就好。后来伊伫伯特利。以及另外一个城叫做但，伯特利和但，拢来设一个金牛。对安尼，因开始得罪上帝。当伊将这个金牛伫伯特利设立好，要伫遐来要献第一次献祭，就是。咱讲即马是献圣，袂输咱咧献圣殿共款安尼吼。要启用，要第一次烧香的时阵，有人来召集，就是咱头所看到迄个先知，对南边来，甲伊讲弹啊弹啊，攻击迄个弹。亚罗波安伸手讲，该掠起来，迄支手煞救袂转啊。总是经过这个事件了后，亚罗波安并无悔改。北边的国家，伊愿意有因家己的献祭的所在，伊愿继续犯罪。所以圣经常常讲，就是有迄个亚罗波安互百姓陷落伫罪内面，迄个问题，一直存在伫北边的国家。这个北边的国家，这个伯特利的坛，
到什么时阵才被讲出？就是到他到咱所读的《列王记下卷》23章的时阵，到了约西亚王的时代，约西亚王才叫人捞过界，对南边传到北边去。南边的偶像讲无够，佮北边嘛顺便去甲讲喙。北边的偶像甲山头坛、树坛、山头庙，拢总去甲伊拆毁，捞过界。拆到伯特利的时阵，看到遐个墓，看到遐一个碑，类似纪念碑墓牌，讲这是啥物件？人就讲，你毋知哦，你今仔日所做这代志，300年前早就讲啊，这都是咧纪念的。咱求主带领咱，这个故事敢若安尼讲了，我相信圣神伫咱内面就已经有对咱每一个人讲话。咱求主引带咱，真侪故事其实敢若单单来讲起，单单伫主的面前来想这个故事，圣神就一直咧感动咱，对咱的心来讲话。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所在，上帝呼召的方式，呼召的要去做的代志，不尽相同。总是求上帝带领咱。咱的时代有咱的时代上帝呼召的方式，以及要爱完成的工作。咱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嘛拢绝对毋是偶然。不管你是啥物原因来到树林教会，不管你是啥物原因，我相信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美好的安排。中文讲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项事斗斗来。伫咱的教会，咱透过选举，透过伫上帝面前的祈祷。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伊会为咱备办。通过这个信心，咱来选出上帝所备办、所精选、赏赐互咱属灵教会啦的同工。求主带领咱，咱求主引带。伫遮我也要搁来讲一件事，我感觉。读圣经、祈祷、足爱聚会，是咱的同工真要紧一个本质。咱求上帝带领咱，这是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讲，我感觉这真要紧。我做学生的时阵，我家己感觉我迄当阵做者心的，迄当阵我就感觉家己做者心的，有咧我感觉臭美，我即摆嘛感觉我迄当阵做者心的。迄当阵我学生时代读大学的时阵，我捌算算咧，我一学期聚会108届，我捌算过，一学期4个月聚会大大小小算起来108届，较袂输我即摆哦，袂较输我即摆聚会哦，即摆较济一点啊尔。无加较济啦，一学期4个月尔。啊，伊当阵读圣经安怎读？我毋来听啥人讲，就甲圣经，就想讲爱认真读圣经。长辈拢叫阮认真读圣经，有人就甲阮教讲，圣经去甲拆开。啊，这新的圣经拆开无彩，就甲阮教讲去借书摊去买圣经，去借书摊买上新的圣经来，拢总无画过。新，啊，就甲买来一本30块啊50块，甲买转来，好学本的，先规约圣经甲拆开，后壁即个粘胶莫甲弄歹，甲分册。摩西五经也是讲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就看迄个角度大约啊，就甲分做一本一本啊，拢总10几本，了每一本拢薄啊呢，搁去买迄款印的迄款死卡纸条。甲包起来，甲连起来，安尼较毋免扎遐大本，然后摕去图书馆看，人家是图书馆 K 书，我当然嘛有找我家己的 K 书的册，
但是咧，去到图书馆，先摕出来是摕一本真奇怪的册出来。逐工拢先读10章旧约，就是我的读经的进度。10章无介济啦，总是逐工拢读就无简单。慢慢讲阿免。10章无介济啦，逐工拢无停，就真无简单啦。慢慢讲阿免。阿免啊，真正啦，你试看卖啊咧，逐工读啊。啊，这代志上帝早就有备办嘛。我感觉读圣经爱祈祷、爱聚会是终极真要紧的一个本质。你嘛讲阿免好无？我感觉真要紧，感谢主啦，因为心无主嘛，心无爱敬拜上帝，心无读主的话嘛。我感觉爱祈祷嘛是终极真要紧的一个本质。感谢主。我要甲咱讲一件事。最近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讲了就好啊。我最爱讲话。我最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古早20几年前尔，一个迄当阵甲我无逐工啦，定定做伙灵修的一个，咱讲属灵伙伴。啊，总是因为咱多合的缘故嘛。伊忽然间敲电话我讲，文忠啊，我有一件事，拜托你甲我做伙祈祷好无？我讲好，无问题，伫对，我就约好伫啥物所在见面。我见面了，讲话讲无5分钟，开始祈祷，真久无见面啊，就开始祈祷，真久无讲话啊，我开始祈祷，祈祷40几分钟，啊好，再见，啊了，伊赶紧要走，就再见啊。常常含人祈祷的人拢知影这个代志，这是啥物意思？通常咱要祈祷吼，咱来做祈祷，就分享1点钟内底分享，你分享20分钟，我分享20分钟，剩几分钟？剩20分钟，拢祈祷20分钟。3个人，若搁一个人15分，就45分，拢才祈祷15分尔。总是过去这祈祷的，做伙祈祷的经验，我感觉真美好。毋免讲较济啦。我毋是毋捌你啊，你嘛知影我讲我济，我嘛专理由了了，悔改认罪较有影。做伙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会当伴，我感觉真美好，很美好，是一世人的朋友，一世人的当伴。教会若得到即款的团队，祈祷的团队，我感觉是有够好的。求上帝赐福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圣会中间来就近你这位救主耶稣。愿你引带，愿你帮助阮。主，阮的心思意念，要因为你这位救主耶稣来欢喜快乐。愿你引带阮。主，阮将阮的圣会仰望你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选举仰望伫你这位救主耶稣，也是教会头的抢。愿你照着你的呼召，愿你照着你的所定着的计划，愿你所照着你的慈悲怜悯疼痛来好款待阮。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